喺《西遊記》原著入邊啊，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咧係隱藏得好深嘅一位大佬嚟嘅，佢亦都係《西遊記》原著世界最強嘅外交達人啊！佢同玉帝有合作啦，同太上老君有合作啦，同觀音有合作啦，同如來都有合作噶噃。嗱，唐僧嘅身世咧，亦都同地藏王菩薩咧有莫大嘅關係嘅。第97回啊，處處都隱藏住地藏王嘅暗線秘密。新年好啊！追更嘅朋友點個讚，我先有動力更落去噶嘛。上一集解密講到啊，孫悟空同埋神仙保鏢隊團伙作案，殺死咗寇洪，唐僧師徒一齊入獄。孫悟空咧正喺度為出獄嚟做準備啦。嗱，孫悟空變咗隻草蜢飛出咗監獄啊，聽到有一家做豆腐嘅老夫婦喺度講緊寇洪嘅身世啊。嗱，上集解密講過啦。寇洪嘅老婆穿針兒就係玉帝個女，呢度啊亦都側面證明咗地藏王同埋玉帝肯定有暗中嘅合作嘅。嗱，我哋繼續睇主線啦，深挖地藏王嘅秘密。時間嚟到咗5更天啦，變咗隻草蜢嘅孫悟空咧就飛咗入寇洪屋企啊！嗱，只見啊堂屋入邊咧已經停放住棺材，財頭邊咧又點住燈，擺咗好多香燭花果。寇洪個老婆同埋寇棟、寇娘兩個仔咧就喺棺材隔籬度喊啦。孫悟空咧就暗中咳咗一聲，哇，撞鬼咯！嚇到兩個女下人啊，即刻掟咗出去啦。咁兩個仔就問啦：阿爹，寇洪個老婆就話：喂，老員外，你翻生啊？孫悟空咧就扮寇洪把聲講啦：我冇翻生，我係閻王派鬼差押翻嚟屋企同你哋講嘢嘅，張氏穿針兒講大話，陷害無辜。寇洪個老婆聽到佢嗌自己小名，哇，慌到即刻跪低叩頭話啦：喂，白爺公啊，咁大年紀仲叫我小名，我邊有講大話啊？害咩無辜啊？孫悟空啊大聲咁喝啦：邊度有咩唐三藏點火啊？豬八戒叫殺人啊？沙僧劫出金銀啊？孫行者打死我啊？就係因為你講大話，令好人受難啊！嗰唐朝嘅4位老師啊，遇到土匪搶翻啲財物送翻嚟借我，係何等好意啊！你反而告假狀，叫啲仔去報官，官府又未細審，如今啊又將佢哋囚禁，搞到嗰啲咩玉神啊、土地啊、城隍啊，全部坐立不寧啊！話咗俾閻王聽，閻王就命令鬼差啊押我翻嚟屋企，叫你哋趁早放咗佢哋，唔係嘅話，我喺屋企鬧1個月，搞到你哋全家雞犬不寧，一個不留。嗱，寇娘兩兄弟咧叩頭哀告咁話啦：阿爹啊，請翻去啦，唔好傷害我哋啊！等天光咧，我哋就去本府度撤銷告狀噶啦。孫悟空聽咗就話啦：繼續燒紙，我走啦。然後孫悟空咧又飛到個刺史嘅屋企入邊，低頭觀望啊，房間入邊已經着咗燈噶啦。原來個刺史已經起咗床啦。孫悟空就飛入中堂，見到牆上邊啊掛住一幅畫。嗱，畫入邊就畫住一個官騎住一匹點子馬，有幾個從人擔住把青遮，抬住一張膠床，膠床即係太師椅啊！孫悟空唔知道係咩故事嚟嘅。嗰個刺史咧就從房間入邊出嚟啦，正喺度彎腰梳頭洗面啊！孫悟空又突然間咳咗一聲，哇！刺史啊以為撞鬼啦，即刻出嚟對住幅畫焚香禱告咁話啦：百富江乾一神位，孝侄姜昆山蒙祖上德音，中咗甲科，而家做咗同台府嘅刺史，話我每個旦夕都有侍奉噶，香火不絕。白爺今日點解突然間出聲啊？唔好嚇我哋噃！孫悟空聽佢咁講啊，知道原來呢個神位係佢伯爺嘅，即刻就叫住話啦：昆三賢侄啊，你做官呢雖成祖蔭，一向清廉，但係點解尋日咁無知，將4個聖僧當賊，唔審原因就囚禁，搞到眾神不安，話咗俾閻君聽。閻王咧就差鬼使嚟押我翻嚟同你講，即刻放咗佢哋，唔係嘅話我拉你落陰間對質啊！話個刺史姜昆三啊，驚恐萬分，即刻就話啦：阿伯爺請回啦，小侄即刻升堂啊，即刻就放咗佢哋。孫悟空話：既然如此，燒紙嚟，我去見閻君回話。嗱，呢度解密一下細節啦吓。刺史自己個名咧叫姜昆三，佢個伯爺叫姜乾一。嗱，如果有睇過易經嘅朋友，應該會知道昆三同埋乾一呢兩個詞咧係易經入邊嘅卦象嚟噶。昆三指嘅係坤卦三爻，嗱，坤卦屬陰，代表地，暗示嘅就係神子。而佢嘅伯爺姜乾一，乾一指嘅係乾卦初爻，
乾卦係屬陽，代表天，暗示君父啊。西遊記行文邏輯，天陽地陰就暗示咗玉帝同埋地藏王，加上前邊解密咗穿針儀係玉帝個女，咁就進一步印證咗地藏王同埋玉帝係有合作嘅。嗱，我哋翻嚟睇主線啊。呢個時候天已經光啦，孫悟空咧就飛到地靈縣官府嗰度，一眾官員全部喺堂上邊啦。孫悟空咧用咗一個大法身，從半空中伸咗一隻腳落嚟，大叫：眾官聽住，吾乃玉帝差嚟嘅浪蕩遊神，話你呢度苦監入邊啊，屈打咗取經嘅佛子，驚動三界諸神不安，叫我傳話，趁早放咗佢哋啊！若有差池啊，等我再嚟一腳，將你哋全部踢死，將城池都踏為灰燼。哇！嚇到所有官員一齊跪倒叩頭認錯。孫悟空收咗法身，變翻隻草蜢，翻到監倉入邊啦。後邊嘅故事大家估到啦，棟梁兩兄弟咧晨早流流就到官府撤銷告狀。嗱，個刺史咧即刻就去將唐僧師徒放咗啦。嗱，唐僧話要去寇洪屋企度對證，於是咧唐僧師徒同埋大小所有官員都一齊嚟到咗寇洪屋企啊。孫悟空話：嗰個講大話、賊贓嫁禍、害人嘅老媽子啊，你咪喊住啊吓！等老孫叫翻你老公翻嚟，睇下佢講係邊個打死佢嘅。嗱，咁多位大人啊，陪我師傅坐住，八戒沙僧保護好，等我翻嚟。孫悟空即刻跳出門，飛上半空。嗱，所有人見到啊，先知道原來取經團隊啊係神仙下凡，即刻就焚香禮拜啦。嗱，孫悟空即刻就飛往幽冥地界，撞入森羅殿。哇，慌到十代閻君拱手迎接啊！十代閻王就話啦：寇洪善事，我哋冇叫鬼差去勾佢噶噃，係佢自己嚟到呢度噶。咁啱遇到地藏王嘅金衣童子，引佢去見地藏王啦。咁孫悟空一聽講，即刻就飛到翠雲宮見地藏王菩薩。嗱，呢度注意啦，之前睇解密嘅朋友咧，應該有人注意到嘅，地藏王住喺翠雲宮，而翠雲宮肯定喺翠雲山噶嘛。大家回憶下之前嘅火焰山篇啊，鐵扇公主以前就住喺翠雲山嘅，而地藏王嘅翠雲宮又係喺翠雲山。鐵扇公主嘅上頭係太上老君，所以大家話地藏王同埋太上老君係咪關係匪淺啊？嗱，之前解密過啦，鐵扇公主曾經係女兒國嘅公主嚟嘅。當年太上老君安排鐵扇公主住喺翠雲山，咁就可以叫地藏王就近監視啦。所以太上老君同埋地藏王必定係有合作嘅。我哋繼續翻嚟睇主線啊吓。地藏王同孫悟空講啦，寇洪嘅陽壽咧只該卦數啊，命中不染藏隻，欺世而嚟啊！嗱，我因為佢齋僧啦，係個善事，收咗佢做個掌管善元寶嘅案長啊。既然大聖嚟揾佢，我再延長佢陽壽一紀，即係12年，叫佢同大聖翻去啦。咁寇洪一見到孫悟空啊，一聲聲咁嗌住話：老師，老師，救我啊，救我啊！孫悟空話：你係被土匪踢死嘅，呢度呢係陰司地藏王菩薩嘅地方。我老孫特登嚟帶你還陽嘅，對明此事，既蒙菩薩放回啊，又延長你一紀嘅陽壽。咁12年之後，你再翻嚟佢呢度啦。嗱，後邊嘅故事大家清楚啦。孫悟空帶住寇洪嘅魂魄還陽，寇洪就復活咗啦，仲咬定佢老婆穿針儀講大話，自己咧係被30幾個土匪所殺嘅，唔係唐僧師徒做嘅。自此，寇洪配合孫悟空完成咗如來同埋地藏王嘅成出戲啦。唐僧師徒結束咗靈山前嘅最後一站，離開咗地靈縣。嗱，寇洪齋僧雖然只有短短嘅96同埋97兩回，但係呢兩回幾乎隱藏咗《西遊記》原著世界上頭大佬成半嘅秘密啊！嗱，我哋嚟由淺入深，慢慢分析啊。首先嚟睇下地藏王同埋孫悟空嘅對話，呢段對話咧就隱藏咗極多嘅秘密啦。大家睇下，地藏王話寇洪嘅陽壽只有卦數，卦數即係64啊。寇洪今年啱好就64歲，亦即係話佢被孫悟空所假扮嘅土匪踢死，死得一啲都唔冤枉嘅。佢嘅壽命就係64呢個歲數，呢度就睇出咗地藏王同埋如來多年嚟嘅合作係非常之深入嘅。如來同埋地藏王早就定好咗寇洪就只有64歲，大家就回憶下寇洪話自己有一本齋僧嘅賬目，齋咗24年。嗱，結合前邊嘅解密就可以推理出啦。
呢一本齋僧嘅賬目本質上就係呢24年嘅輪世羅漢嘅生死簿啊！而寇洪本嚟就係地藏王嘅人，所以寇洪呢次被孫悟空一腳踢死，一切都係如來同埋地藏王安排好嘅。寇洪一死嚟到陰間啊，就即刻被地藏王嘅金衣童子接咗去翠雲宮啦。實際上就係交付呢24年嘅輪世羅漢嘅賬本啊！大家再回憶下前邊，寇洪點解非常之唔捨得唐僧師徒離開自己屋企啊？因為寇洪知道唐僧師徒一旦離開，就係自己嘅死期啦。大家回憶下我上集解密講過啊，唐僧師徒喺寇洪屋企逗留咗呢半個月嘅時間，實際上就係太上老君、玉帝、如來、地藏王開會討論三界未來嘅發展方向啊。講白咗，唐僧喺寇洪屋企逗留呢半個月啊，就係《西遊記》世界各方勢力大佬開嘅最後一場三界多方會談嘅終極會議。呢一場會議討論嘅就係權力最終嘅分配、長生食物嘅利益分配，其中肯定仲討論咗如來多年嚟嘅輪世羅漢項目嘅後續安排。呢個項目可唔可以繼續做？如果做，應該點樣做？亦都最終解開咗《西遊記》原著世界隱藏得最深嘅地藏王嘅身世秘密。嗱，我哋梳理下寇洪齋僧呢兩回啊留下嘅幾個大謎團啊。首先，華光菩薩嘅華光行院係咩回事？然後華光菩薩、火焰五光佛、毒火鬼王究竟係邊個？如來點解要安排孫悟空用撩陰腿踢死寇洪？即係寇洪變咗做太監喎。嗱，本回咧仲出現咗神秘嘅陳少寶。嗱，唐僧都姓陳噶，前面觀音通天河嘅實驗基地有陳家莊，最後唐僧師徒取經返程咧，又落翻嚟通天河，證明地藏王曾經同觀音肯定都有一定嘅聯繫嘅。而且本回仲暗藏咗唐僧嘅真正身世之謎。咁多凌亂複雜嘅線索啊，應該點樣理清呢？應該從何入手呢？切入點喺邊度呢？嗱，我俾個提示啊，大家注意啦。原著唐僧係10世修行嘅人，《西遊記》世界任何嘅輪世投胎啊，都離唔開地藏王嘅技術噶嘛。咁就證明咗唐僧真正嘅身世背後啊，係輪迴咗10世先有今世嘅陳玄奘噶噃，肯定係地藏王插手安排噶啦。咁要搞清楚所有嘅真相，我哋就要繼續睇主線嘅故事啦。唐僧師徒終於到達咗西方極樂世界，嚟到靈山腳下。嗱，原著嚟到咗倒數嘅第3回，第98回，猿屬馬馴方脫殼，功成行滿見真如。嗱，好多讀原著嘅朋友應該係有疑惑噶啦，唐僧喺本回係咪死咗喺凌雲道呢？下回分解。